星光伴讀打通灣區水上脈絡，推進遊艇雙向互通。作者馮偉光。5月29號，國務院正式批覆喺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中山、東莞、惠州、江門同埋肇慶實行港澳遊艇自由行。合資格嘅港澳遊艇可以享有免擔保同埋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，大大降低咗北上嘅資金成本同埋申請門檻。港艇北上得以實現，港艇南下亦都協調緊。香港同內地嘅遊艇雙向流通，有助激發大灣區萬億遊艇經濟潛力。政策落地釋放巨大發展紅利，但係落地環節仍然存在配套嘅短板，必須打通落實嘅難點，先至可以避免大門已開小門難行嘅落地困局。新政策帶嚟嘅全方位經濟增量，重塑灣區濱海產業嘅格局。過往港澳遊艇入境需要繳納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嘅擔保金，仲要變更船舶嘅註冊，繁瑣嘅手續令到多數船東望而卻步。香港上萬艘遊艇同內地碼頭資源長期割裂閒置，免擔保同埋臨時國籍登記落地之後港澳遊艇保留原有船隻，憑臨時證照即可以喺大灣區嘅9個城市水域自由航行，多次往返，通關嘅時長由幾個鐘壓縮到10零分鐘，大幅降低跨境出行嘅成本。喺消費端，港艇北上帶動內地濱海文旅、高端餐飲、海島度假升級，香港嘅船東停泊、維修、補給需求等等直接盤活深圳、珠海、中山遊艇碼頭泊位嘅經濟。產業端就催生遊艇維修保養、零配件保稅倉儲、船員培訓、海事保險全鏈條商機，助力廣東衝刺1000億遊艇產業嘅目標。長遠嚟睇，制度互通鋪墊北艇南下嘅落地基礎，內地遊艇可以有序咁樣去到港澳停靠參展，依託香港國際遊艇貿易平台拓展內銷渠道，實現兩地嘅遊艇製造、休閒服務資源互補。但係政策落地仍然面臨實操嘅難題。潛藏嘅細節疾號會造成落地空轉嘅風險。第一，首批僅開放6處指定嘅通關口岸，其餘沿岸嘅碼頭尚未納入入境嘅點位。遊艇抵達目的地仍然需要繞行定點嘅口岸，拉高航行成本。第二，三地嘅船員嘅證照、海上保險、遊艇維保配件、海關規則就尚未完全互認，出現通關暢順、上岸受限嘅割裂問題。第三，部分地市碼頭配套泊位、海事監管設施不足，硬件嘅短板制約咗遊艇常態化嘅停泊，出現政策能入境、碼頭難落地嘅現象，正係大門開小門閉嘅典型隱患。要突破呢一個局面首先就要建立粵港澳跨部門聯席統籌機制，出入境、海關、海事數據互通，分部就將合規嘅遊艇碼頭納入開放點位，逐步實現就近停靠、就近報關。其次就係加速三地嘅規則聯通，推動船長執照、海事保險雙向互認，設立遊艇零配件保稅倉，簡化維修物料嘅入關流程，消除上岸經營嘅隱形門檻。再者，統籌碼頭嘅基建佈局，大灣區9市結合海岸線資源，完善遊艇泊位、燃油補給、維修廠房嘅配套，補齊硬件短板。最後就係實行彈性監管，依託數字化嘅海事報備系統，做到事前嘅簡易報案、事中嘅動態監管、事後嘅閉環追溯。喺嚴守安全底線嘅前提之下，簡化日常管控。遊艇雙向自由行係大灣區規則銜接嘅標誌性舉措。頂層立法破除壁壘只係起點，精細化配套落地先至係激活產業嘅關鍵。持續優化細則，補齊軟硬件嘅短板，真正實現港艇順暢北上、北艇鬆容南下，先至可以將政策嘅紅利轉化為實實在在嘅產業效益，助力大灣區濱海經濟高質量發展。